我用把老几很想，你呀，真係麻煩嘅。唔知我樣辦呢？你哋生人啊，都係弄念乜解啊？啊，冇禮貌。哎呀，其實你我來帶龔經理這位啊。憑乜解啊？憑你係朋友啊？你根本就唔是你哋啊，係正經嘅，你係因為記性被封鎖咧。乜解說啊？我全就唔知啊，我只曉得泰國東鄉啊，我唔會離開佢嘅。做唔得，俺五三人欠一殺，就做唔得。啊，你係戀愛，聽下信下呀？哎呀，當然唔係啊，還有一個老幾一樣一模一樣，係等你愛你去請佢啊！哎呀，龔經理來啦。做乜解？我啷講，你係唔係對頭髮嘅事情完全就唔了解啊？你冇騙你冇頭擺嘅記性哦，係因為你係現今嘅經理跌落人嘅。現今嘅經理，佢為乜解？我全然都唔知咧。哎呀，都係因為嘅孟父。應該講係冇面。他猜現今漢王盤，冇盤就係冇面，冇盤就係冇面。家有燕恨，家娘來生存。你在現今跟我弄關係呢？這件事情呢，就係因為佢。哎呀，要去個頭蛇半寸，雖然係捱嘅火氣，不過係佢拿嘅啊！打破封印，你也有款。因為乜解？我全都唔知咧。就是這張孟父為向孟父來陀斷，斜力奮鬥千里半。總經理。素不正義一方，流落人間當是一盤。係唔係經理？我唔知。不過我親腦嘅夢寐，佢破壞大家原本嘅生活，我喜歡係大家安靜嘅生活，不唱了下提心吊膽嘅歌兒，那係我有能力打敗夢寐。就算我犧牲我嘅性命，我願意。等下，阿哥，樣辦？你係唔答應係麼？記條公安圖啊，也可以證明記條嘅身份啊。今年係記條自家講嘅，但係你輸了佢嘅連累，我樣辦啊？哦，嘅愛用版你怎會相信啊？這，憑空小說，哈哈哈哈哈！我唔會。嘅，變起來，冇可能。嚇？憑空小說老變錢就做唔到，你哋乜嘅做唔到，還講乜嘅經理啊？
哎呦，因为哦，在你的面前，你呀就像一般的凡人，你呀精灵总唔得在凡人面前施点法术啊。大哥，点点，哎呀，你俩个人家的太过哦，就会因为考验你，这样哦，暗通向你。原来意思。好，山中的野树很多，我你治疗圣人的老虎，本村民安心公益啦。哼，好，我你证明，相信啊，两件事情用爱来做，因为我去立刻太太，啊你哈，马上来去。哎，李经理，李经理，停下啦！李经理，阿娘，分数里面，你去看书，滚家啦，滚家拜托啦，你看书啦，可以啦。你快点啊！
奇怪，你啊，你哪个地方啊？我好想想起来嘞，我全部就想起来嘞。阿哥，阿哥，阿哥，你有办法啊？阿哥，哎呀，你上来啊！太好了，这老夫啊，我爱大死耶！李经理、肖经理、魏经理，哎，龚经理，你想起来了啊？是啊，我全部就想起来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因为哦，讲真哩，有情有义，救了这个太哥，他通过了考验嘛。不错。阿哥，多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。不过，我有经营财神为完成，我做不得再陪你了。老太，阿哥，你爱老太，多加帮助。公明，你叫我事事小心啊！公明。原来今年都已经下凡来了，准备老爱头发，你就俩群反应，请了安久的时间，都冇请到天上，饭桶全部都会饭桶，不知两里手毛头。梦想已爱丢，万事齐备强东风，真下对抗在今朝。太天生有命啊！哼！启禀太天生，快讲！团魂山下发出七彩光芒。好啊！中原两地西东坡，去飞天杀天主啊！发力狗！将军，明日带领人马去到团魂山下，去飞天杀！准备了。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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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中将啊喊停。对，你辛苦嘞。好像往事一梦难更改，吃苦也难当作是补，如今有你常黑爱将来，夫妻协力不分开。李太公，你色彩很好的福气哦，土到阿嫂，你安有耐心的姑娘。嘿呀，你看，阿嫂种嘅十仙果，又甜又好食，係多少人慕名而來嘅。哎呦，嘿呐，你啊十仙果甜又多水，实在就很好吃了。係講唔是按樣講，一煮一飯，動之來處不易，凡事凡理係讓步為艱，也都係太自家辛苦得來嘅。这我，这，哎呦，这，阿翠哥，發生乜嘅事情，風風重重嘅。跟明明當真嘅叫佢來啦。哈，佢係嘛啥？基友，追上來，頭拿燈，使佢各漸漸，骨無神又無傻傻，哎呦，像妖怪，遇到你啊，一高家總講咩？一錢天殺，天無錢多，就係吃人嘅地毛，你還是當人嚟啊？嘿，等下，唔講現在，我這話。這乜解？做唔得，你係你辛苦建立嘅家業，你啊，去報復了片。你愛報復我？呀，你唔驚死？我阿才是當驚死，我怎會撐你啦？哎呦，你要幹啥？你要把我點上？哎呦！停！你村莊清淡水，強人高抬貴樹，我傷害你啊！只要你都搞出天殺，此言念的不明啊！天殺，乜個天殺？弟弟嘛？太兒，你小小嘅村莊，哪有乜個天殺那個東西啊？那不搞出天殺，那就將呀村莊燒鐵，你哋一殺就唔是相愛同內